歡迎收睇19 Talk，一個為大家提供健康科普資訊嘅頻道。今次我哋收到網友提問，提到婚後夫妻生活不如意，想知道有咩方法可以改善，特別提到費洛蒙香水同情趣按摩有冇用。喺香港，結咗婚嘅夫妻好多時因為工作壓力、湊 B 或生活瑣碎，忽略咗親密關係，導致性生活或感情變淡。呢個問題好常見，我哋會用科學同實用角度解答，幫你縱燃愛火，增加另一半嘅性慾氣氛。準備好，一齊嚟探討。問題：網友問，我35歲，結咗婚，生咗小朋友，最近覺得同太太嘅夫妻生活有啲沉悶，性慾氣氛唔夠，關係好似淡咗，有咩方法可以改善？聽講費洛蒙香水同情趣按摩好似有用，真係咁有效？呢個問題好多夫妻都有共鳴，因為婚後生活壓力大，容易忽略親密關係。以下我哋會分享點樣提升性慾氣氛同改善夫妻生活。解答：婚後夫妻生活不如意好多時同生活壓力、時間不足同缺乏新鮮感有關。以下係幾個增加另一半性慾氣氛同改善親密關係嘅方法。費洛蒙香水。費洛蒙香水聲稱透過模擬人體信息素，增強個人魅力同吸引異性。部分研究顯示，氣味確實可以影響情緒同吸引力，例如麝香或花香可刺激大腦杏仁核，令人感到放鬆或浪漫。喺香港，費洛蒙香水喺19 Toys 或 HKTV 冇好買到，聲稱可提升約會氣氛或自信，效果因人而異，唔係愛情靈藥。建議選擇淡雅香味，如雲呢拿或白花，避免過濃以免適得其反。情趣按摩。情趣按摩係透過按摩油或乳霜進行輕鬆、挑逗性嘅肢體互動，促進感情同性慾。研究顯示，肢體接觸可釋放催產素，增強親密感同減壓，對婚後夫妻尤其有效。喺香港，情趣按摩產品喺19 Toys 都有售，草莓或蜂蜜味較受歡迎。按摩可作為前戲，幫雙方放鬆同投入，提升性慾氣氛。其他方法：環境營造，點燃香薰蠟燭，播放柔和音樂或調暗燈光，可創造浪漫氣氛，刺激感官。溝通與新鮮感，同另一半計劃二人世界，如週末晚餐或短途旅行，試新嘅性愛姿勢或角色扮演，增加刺激感。健康管理，壓力同疲勞係性慾下降主因，運動同飲食可提升睾酮同血流，間接增強性慾。19 Talk YouTube 頻道由19 Toys 情趣保健專門店製作，我哋除咗講男人健康、保健養生同性健康風險之外，仲喺旺角 W 商場有門市，地址資料同營業時間都可以下面資訊位揾到。如果大家想揾保健嘢、玩具嘢，都可以直接過嚟，或者嚟網站睇睇，甚至 WhatsApp 我哋都得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頻道，就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哋啦。費洛蒙香水同情趣按摩有用？兩者都係輔助工具，費洛蒙香水可提升個人魅力同氣氛，但效果唔保證。情趣按摩更直接，透過肢體接觸增進感情同性慾，適合想改善親密關係嘅夫妻。關鍵係結合溝通同生活方式調整，效果會更好。補充：喺香港，婚後夫妻生活不如意好常見，尤其35歲左右嘅人士要兼顧事業、OT 文化、育兒同經濟壓力，容易忽略感情同性生活。研究顯示，約30%至40%嘅已婚人士會因壓力或單調生活感到性慾下降，但簡單嘅改變，如增加前戲或試新方式，可顯著改善關係。費洛蒙香水嘅真相：雖然坊間聲稱費洛蒙香水可即刻吸引，但科學家質疑人類費洛蒙嘅存在，部分產品甚至用動物或植物提取物，效果未必如廣告般神奇。喺香港，19 Toys 門市可以試味噴噴，用費洛蒙香水前，可先噴喺手背測試敏感度，持續時間約3至5小時。情趣按摩嘅優勢：按摩唔單止增進性慾，仲可改善夫妻溝通同減壓。喺香港，上 YouTube 學下小技巧，自己幫另一半做係好選擇。其他建議：試試每周安排1至2次無手機親密時間，重新重視對方。心靈安慰：如果婚後夫妻生活不如意，令你或太太感到沮喪或壓力，唔使過分擔心。喺香港嘅高壓環境下，夫妻關係淡化好正常，特別係有小朋友或忙碌工作嘅階段。你關注呢個問題，願意試費洛蒙香水或情趣按摩，已經顯示你重視同太太嘅感情同幸福，呢份用心好值得讚賞。改善夫妻生活唔係一朝一夕，但透過小改變同溝通，絕對可以縱燃愛火。收睇呢條片嘅你，已經喺為關係努力，呢份勇氣係改變嘅第一步。建議：為咗改善夫妻生活同增加性慾氣氛，試試以下建議。第一，試用費洛蒙香水。選擇淡雅香味，噴喺頸部或手腕，約會前噴2、3次即可，唔好過量。使用前測試皮膚敏感。第二，嘗試情趣按摩，買按摩油，同太太一齊喺家中試輕鬆按摩，專注肩膀、背部或大腿，營造前戲氣氛。第三，營造浪漫環境，點香薰蠟燭、調暗燈光或試新嘅性愛姿勢，如傳教士變體，增加新鮮感。第四，改善健康，每周150分鐘運動，如跑步、游水。均衡飲食，多食海鮮、堅果，同7至8小時睡眠，可提升睾酮同精力，間接增強性慾。第五，坦誠溝通，同太太分享你嘅感受，問問佢嘅需要，計劃二人世界，如行西貢或睇電影，或考慮婚姻輔導。
總結：改善婚後夫妻生活需要溝通、新鮮感同健康管理。費洛蒙香水同情趣按摩係好嘅輔助工具，但真誠互動同用心經營關係更重要。以上內容純粹參考，建議有任何擔心，務必揾醫生或專業人士尋求意見。感謝收睇19 Talk。如果有其他健康或關係問題，歡迎留言或私信我哋。下期見。